赞美今天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拘谨，因为他精心怜悯，他赦免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吃饭犯的罪，他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能够在他的面前。让我们再一次敞开心来对主唱，让我们最真实的我摆在他的面前，来对他说：你全然的爱我，最真实的我，你全然接纳我，激活我，让我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全然的爱我，紧紧拥抱我，你全然接纳我，永不离开我，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。
最大的盼望，就是在你的恩典之中。谢谢你，他们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得失或者是不得失，我们都能够分配好的时间，在你的圣所来敬拜，甚至在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能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呼求。无论我们走错路、做错事，主啊，你永远不接纳我们，全然的爱着我们每个人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交通也放在你的手中。愿你的话语能够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灵，成为我们最好的养分，活出你最好的